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台湾话有真侪外来语对日本话来。你知吼？你知影国情啊要讲罗赖吧，要讲慢吧。今日毋是要讲这，今日要招你来研究讲日本的汉字，咱直接照台湾话话音就去读，当作外来语来打扮。头一句咱来讲出场，这即马较少人讲啊，就是现代人咧讲。奉派出外去办公务，公司甲你吩咐去出场，就是出差啦。这头一句，啊，第二句出差要创啥？咱继续来讲。头家吩咐我出场，就是较客户要收一张100万的手刑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这句手刑，即马原来真正真罕咧听。但日本意思解说，就是种种的票据。啊，那但台湾过去民间社会普遍要讲支票。照国情所在，将近50年前有一条台语歌，卢金秀老师创作，宝岛歌王叶启田主唱的3年前的我，内底口碑就讲3年前的我，予一位女性来放杀，红单看作手刑，便所当作凉亭，剃头店当作洗面间，地点看作眠床顶，蒙阿波才来当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。我哪会这么侥幸？咱嘛知影讲口碑虽然咧讲笑，不过。交通警察所开的红单，你甲看作手刑，真正就是感情受创伤来所致。过来，头拄仔咱讲吼，头家叫我出场去甲客户收手刑，这款的恫吓，恫吓这句，原来日本的汉字，咱直接照台语读哦。这句目前工商社会还佫普遍伫咧应用，解说就是情形，就是状况。啊，从27当阵30年以前，原来有一条《浪子的探戈》这条台语歌，是张宗英老师作词，纪立南老师作曲，杨小平主唱。内底歌词就讲，毋是阮爱风骚，毋是阮爱对落，多合相无拄好，才着流浪来佚佗。情海起风波，因阮心造作。张宗英老师所写，就是讲因为多合相无拄好，人的遭遇种种的变化，造成到讲流浪来佚佗。毋则讲个人有个人的多合，个人有个人的情形状况。过来，头拄仔咱讲吼，头家吩咐我出场去甲客户收手刑这款多合，头家交代吼，爱坐台切的，较舒适，较下台啦。哦，这句台切的。但即马原来少年辈足少咧讲啊，无毋对，这两字日本的汉字，伊的解说甲海呀要挖，就是出租的汽车，这毋是路边咧迄个哦。那迄日本话讲做塔克西，毋是，就是讲吼，规台车咱共租起来，要去对，伊爱甲咱载甲到。这就是旧时代台湾人无迄落家家户户有赛车，那过带大日子，拢嘛去爱共租迄落乌头仔车。当时吼老辈直接讲，就是讲做台切的，原来有个人讲做海呀，这拢正日本汉字的外来语，台语捡落来应用的情形。